观众松口。起了，以后行李欣赏好，好，各位在场大家好，大家唱错。欣赏汉字声。好，第一个要了就是说第一科了哦，第一科是言要动作，哇，言要动多种啊，要难多种，有超嘅，要超嘅，要超嘅點解要賣？有力，要太強嘅，要力嘅點解要無力嘅？有惡嘅，要惡嘅點解要聰明，聰明嘅？啊，形容較好嘅啊。要愛嘅點解要過嘅？要識咧，識嘅，要阿哥，要每天要老睇哦，你阿哥每天。好，那要當作而家講一種米有8種米咯，一種米哦，同樣的米，唔是個米，係香米，唔是個米係香米，唔講唔通兩三樣，伊啥在物件，伊啥無在物件，啊，伊啥較高，伊啥較矮，伊啥較有用，伊啥較無用，好，一兩個嚟課文，就係對咗預備起。第二課。牛懂得做，詩典牛懂得做，有人上來較有理，前庭溫從快得意，有人悄悄腳有錯，長途行路輕搖動，有人上來較富有。看是哦，你想嘛？中央係衝，啊。水滾熱爆爆，加入湯，身百米，行路有風。好，還有第一擺用湯飲三種叫70分邊啲，有啲是係沒營養，然後再睇下營養到，注意湯哦。有那條係唔家講嘅，然後係飲嘅無營養嘅，可能就唔飲唔出來，我一係飲埋又唔再注意到，對吧？啊，第二課，人要懂得做，詩典人要懂得做，有人上來較有力，千斤萬重開得起。有人悄悄腳有長，長途行路輕搖動，有人上來較福相，幾日悄悄整落聽。唔管係哪一種，三菜營養愛注重，水本記飽飽接運通，18日行路有風。好，兩個人可以多聊100七，第二課。開得起。有人悄悄腳有錯，長途行路輕搖動，有人上來較福相，幾
色预备起，一懂得。懂得指数量繁多，还得起，挑得起来，轻扭动，很有耐力。复修形容人的身材脸蛋圆润，灵敏，整天乐天，生性乐观，生把一活得老。好，反应一下，和你这个讲法。第二课人有预备起。第二个人有很多种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，有的人生来较有力，长得较有力，千斤万重，挑得起来。都挑得起来。有人瘦瘦，脚又长，走路较有耐力，走很远的路，较有耐力。有人生来比较比身材脸蛋比较圆润，整天笑，生乐观，整天笑眯眯的，生性乐观。不管你是哪一种，三餐营养要注重，睡眠要充足，常常运动，走路有风。所以你有动作做不管哪种都冇要紧各位爱的，皮的词汇都冇要紧，总讲太简单嘅做哎呀，这东西哎呀，啊，哎呀，营养，减肥，做咧健身哦，冇做健身，挑食，冇健身咯冇挑食冇健身，大众做事营养爱好，轻松也喊到运动，真的是一般医生，有看过是一般医生这一年的吗？唔是看过一般医生这一年的，青岛看过100这一年，就牙开。其他世界上咧台湾你还有8国这一我，医生会聊咯，你咩咧亲戚啦，你会聊，系无？你硬是家开100岁就说呢，你要营养当多种，交朋友要注意嘛。哎哟，有当多种，有了朋友迄好朋友，有了面然后做朋友的皮肤，就是唔好营养当多种，有养生嘅，你有较后的较快的。完再同你讲，第二课预备起。世界应有动头种，有人悄悄叫有虫。好，那要有介绍懂懂，跟大家来看我们第一题第一题，深山里有各式各样的树，很远高。
深山里有很多种树。山路空有栋栋种嘅树诶，我見到山路空有棟種嘅樹诶。山路空有棟種嘅樹誒。又係個山路空嘅樹誒有棟種。山路空嘅樹誒有棟種。它雖然長得很瘦，不過它挑得起重物。伊雖然高挑，不過伊開的寵物。它雖然很瘦，不過它挑得起重物。伊雖然高挑，不過伊開的寵物。它很有耐力，我跑不過它。伊有耐力，唔係，伊輕有動，以這種樣子哦。那輕有動係很難嘅講法哦，一般講有耐力冇耐力，唔過什麼有動，唔係有耐力有動哦。唉，最近我吃的比較多，有人說我現在發福了，請回答。哎，最近我吃的比較多。按叫。較福相誒，較福相，呢個先係當福相。一般他們以清福相嚟嘅，福相。其實啊，清福相呢嘢，福相。啊，闺女，你不要整天都在家裡玩電腦。唔好。闺女嘞，我不是每天嘞，我是整天嘞。哦，闺女嘞，多看大電腦，然後爸爸帶她去動物園玩，所以她很。我們要樂觀一點，不要被困難擊倒，預備起。樂觀地位，莫被困難打翻的。祝你身體健康，活得很老。重身體健康。唔係啦，祝身體健康100年。睇下講一講，祝福身體康健100年。身體康健100年。經200個嚟，睇講一講嚇。好啦，有時間聽到。今日有緣來相會，唔免捱愛傻批，捱要醒來遇要醫，客家話真神奇。轉去買田又買地，康康天天100年，有閒在
词汇哦，有押韵的，押慢个韵，押慢个韵。伊吼伊哦，今日有缘来上飞，啊可以飞，唔免挨买挨啥批，可以批。客家话真神奇，奇奇，客家多少时时，时时。祝福大家太吉太利啊，乐利利，转去买田又买地，地，康康健健18年，乐利利。有没有记吧？啊，我再终于攞嗰本 T.E. Call 預備先。T.E. Call 比如懂得做，世界比如懂得做，有人上來較有理，千里萬眾還得起，有人悄悄腳又臭，從路行路輕流動。有人上來較福凶，有人悄悄做個凶。不過唔係哪一種，上層應有愛注重，水為地泡泡，加運頭，18年行路有風。好，按照来看哪一啊？看过啊。来个各种熊猫体验营。各种熊猫体验营。各種熊貓體驗營。波很有意義。西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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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波很有意義。烏卡卡。烏卡卡。烏卡卡有卡有會咋？卡。開閘，一卡西閘，入去呢，卡開閘要多人來。講烏卡卡咧。烏卡卡咧。烏卡卡咧。再來，也係咩買嘢？烏盾。烏盾呢件係用乜嘢？烏盾那邊講乜上大？當然烏講嘅嘢。唔係當然當責嘅嘢，當責很強壯，當責嘅嘢。烏盾，因為烏盾茶水，烏盾講到烏盾茶水。烏盾茶水。你講你曾經當責，我真係咧，分很有嘅嘢，分。哦，超夾夾嘅。超夾夾嘅，嚇。所以講分有嘅嘢，西責。講西責。破起埋。烏卡卡咧。烏卡卡咧。咩埋？烏盾。分埋。超夾夾嘅。可以咧。得很有嘅嘢，得。講床腳。床腳嘅嘢。一拖咧，拖很有嘅嘢。拍槍。乜唔拍槍？醫生嘅皮膚用誒。拍槍誒，槍係咪拍槍嘅嘢？沒有，烏卡卡嘅哦。佩係咪拍槍嘅嘢？係有人拍嘅嘛？然後把有人拍嘅嘛？係啊，楊尊祥啊，其實有嚟係咪拍槍嘅嘢？
皮蕊蕊的眼，皮蕊蕊的眼，好，呢的嘛眼，呢的嘛眼，太甜。啊，呢呢的嘛眼，呢啊，哦，芳胎，把它们眼芳胎，来讲，来，关于哪样的眼，一七种本性的哪样的眼，讲超夹夹的，用口针呢？哦，用口针床脚的眼啊，系啊，然后啊，偏偏呢，弟弟。洗澡，哎，对哦，这个用洗澡哦。哪样的眼？乌卡卡的眼啊，乌卡卡的眼啊，喂嘿，做对啦，好无聊诶。旁边的哪样的眼？超夹夹啦，你偏偏无讲是超夹夹，哪样的眼？无较拄好诶。讲芳胎又唔芳胎，讲超洗澡又唔洗澡，讲拍枪又唔拍枪，讲有卡卡的又唔卡卡的眼，这个动词等的眼。其实也有芳的眼，哪样的眼啊？雾盾哦，你唔会爱，雾盾迄只较爱较早的眼嘞。芳胎的眼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再来个，不洗澡。喝开开的，木盾，超夹夹的，床脚，拍枪，芳胎。好，那上好来呢，来二来考试了哈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哦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一。床脚，现在念一个床脚。二，芳胎。三，雾盾。四，乌卡卡嘞。五，拍枪。六，洗澡。七，超夹夹的。好了，来我来讲。好，来看到一天嘛来一床脚，二三木盾，四乌卡卡嘞，五拍枪，六七超夹夹的。好，那等下还有记载的形容词，先生。
讲不了字哈，讲高溜高溜。高溜高溜，这细伢子的高溜高溜。这细伢子的高溜高溜。我很多高溜高溜。高又滑又溜的。不是，就是个子很修长，又瘦又长哦，长腿又很修长。讲高溜高溜。高溜高溜。爱生。爱生。今朝细伢哥的同爱生。今仔细伢哥的同爱生。爱生嘛意思？小。又爱又生。比如讲，来米小，同爱生。来米小，同爱生，同爱生哦。好的，赞赞。赞赞。我就赞赞赞。赞赞拢同人哦，赞赞嘛意思对哦。同约的这种的约唔会太就是赞赞。他甲我讲，哟，唔赞到的啊，唔赞到的啊，唔要赞到哦，讲赞到。赞到。是不是很熟络？还有一个古拜。古拜讲咩啊？对，驼背讲，基路啊，讲咩？古拜古拜。基路啊，讲咩？古拜古拜。开桥。开桥。开桥。哦，开桥，讲先生讲开桥。先生讲开桥。哦，讲开桥哦，是指哦胖胖的意思。眼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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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很多眼道。好，我们班是谁最眼道？讲冠岳印懂眼道。冠岳印懂眼道。杨秋真懂江。杨秋真懂江。好很多江。漂亮。某人懂这。某人懂这。啥意思？没有人很丑。这。讲江这。江这。有一句客家话讲吼，江这无鼻子。讲对啊？江这无鼻子。中医较参细。中医较参细。毋讲伊啥伊又去江又去这，去比毋得咧啦，去比毋得咧。言外有言，天外有天，去比毋。咱很晓得无？人家讲的吼，迄爱倒的真麻烦的。比如讲啊，今仔日又爱又生，你有要拖的老朋友咯，结果伊还咧拖的朋友啊，你夹朋友去关系啊，好不好？比如有的生某的，较有用的咧，伊免交会做伊啊。有些咧爱什么拖的老朋友啊，因为伊要狗开人拖的，因为我这样交会做伊，讲江浙无鼻子。江浙无鼻子。中医较参细。中医较参细。还有西藏的人讲的较快啊，斯文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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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哪个阿爸懂斯文？哪个阿爸懂斯文？实用斯文的嘛意思？时髦。不是时髦。很公子哥。很斯文。很斯文哈，懂斯文。铁拽。铁拽。我叫铁拽。唔免，你唔能，你唔铁拽。铁拽是有一种那种粘性哦，然后一种土味哦，吐出来的铁拽。铁拽。迄个欠牙拍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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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叫欠牙拍。没有门牙。哎，你听好了，看一下你看牙齿。上转来嘛。上转来。这你现在个李幼凤了是欠牙拍，你有注意到吗？有啊。李幼凤伊一定要这样欠牙拍。哎，有很忙啊。有很忙啊。有很忙啊。跳舞。啊，跳舞。要讲跳舞，认可无会看。有嘛？哎，对，讲白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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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边说了，高明的经验。世界上有多种语，今天在种语。好，阿哥。